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2月3号，我们要分享的是除非法外开恩。我们要来读以斯帖记4章9到11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由于基督的死，我们得到自由，罪蒙赦免，这都是出于上帝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章7节。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的人或组织有下达特赦令的权利，比如国家元首或者是议会。总统蔡英文他选在第2任期1周年的时候，他特赦了因为猎捕野生动物触法的布农族原住民王光禄，强化蔡政府在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工作的意义。这也是蔡英文上任总统以来首件特赦案。在宪法明定总统依法可行使大赦、特赦、减刑以及复权。中华民国历史上到现在共有7次的特赦。面对末底改提出以斯帖他应该到王面前来为族人请命，但是因为没有王的召见只有实录一条，除非有王的特赦。当服侍以斯帖的太监哈塔格把末底改的话都告诉以斯帖，相信他也是极其震惊与悲哀。他愿意见王为同胞来求情，但是他也有实际的困难在波斯王朝有一个定例，就是在未经宣召或批准，任何人是不得见王，否则必定致死，除非这个国王愿意来赦免。希腊的史学家希罗多德他证实当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定例。以斯帖虽然贵为王后已经5年多，但现在已经1个多月没有被王召见了。我们猜测可能是已经失宠，因此并没有确定的把握他贸然见王能够得到王的赦免。哈塔格忠实地回报以斯帖，反驳末底改的借口。以斯帖甚至暗示这是举国上下都知道的规定了，所以末底改应该也心知肚明，他在没有被王召见的状况下去见王是违反法律的。为了确认末底改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他强调无论任何人在未受召见的情况下进入内院，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路一条。无论进入内院的是谁，下场都是一样。可能他提醒包括他也是一样然而以斯帖也让我们知道波斯法律的第一个例外条款，若王愿意，他能够伸出他的金杖饶了那人一命。我们在想独裁者通常都没有时间和人打交道，而且预约时间见王本来就是正常的程序。的确，对于有权有势的人来说，这种必要的程序能够保护他们，不让任何人干扰他们，或者是随心所欲的和他们见面。然而以斯帖唯恐末底改认为这道例外的条款能带来一丝的希望，
他进一步的指出，自己已经30多天没有被王召见了，1个月没有见王了。以斯帖可能不如当年成为王后的时候得到王满满的宠爱，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如此这样犹豫是合乎情理的，除非有王伸出金杖。以斯帖并没有确定的把握贸然见王能够得到王的赦免。在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指人在世所作所为，无论善恶，都被神保留起来，总得有交账的一天，表明死还不是最后的终结。人并非一死百了，神必要过问人在世时的所作所为，除非我们得到上帝的赦免。由于基督的死，我们得到自由，罪蒙赦免。其实这里都是出于上帝丰富的恩典。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途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照上帝丰富的恩典。然后第二个，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这里有提到爱子的血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换句话说，上帝的救赎和赦免乃是按照上帝公义的原则，但是我们得着上帝的救赎和赦免，却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公义的惩罚落在他爱子的身上，神恩典的赏赐却归给了我们。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就好像上帝向我们伸出金杖一样，使我们可以脱离死亡，得着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吗？我们来默想，除非有王的召见和赦免，否则以斯帖此去觐见王，必死无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你的荣耀。面对律法，我们原本是要灭亡的，然而你是慈爱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来施怜悯，彰显你的慈爱。我们都需要你向我们施恩，我们才得以存活。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谢谢天父丰富的恩典，因为你法外开恩，所以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他，我们才有永生可言。愿我们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成为蒙福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健康蒙福。我们下次再见哦。